媳妇儿，快点儿，面撒插排上了，快点儿！妈，你咋整的呀？快帮我插一下！我的妈，这咋整啊？响了，老公，响了！放下，这是你该干的活吗？我娶你回来干嘛的？去屋里看电视嗑瓜子去，滚出去！哎呦，我的命根子呀！这我给我媳妇存的钱，来，我给你的，这给你存的，给，你拿着回来买点好吃的，这不是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媳妇儿，我给你买的进口的柠檬，快尝尝。放甜了，老公。甜吧？小点点，别让咱爸爸听见，要不过来跟你抢了。俩人吃的嘛？没吃嘛？没吃嘛？怎么还背着我呢？儿媳妇儿，给老爸尝尝。说去吧，给他尝尝吧。哎呦喂！哎，摔死我了，这是嘛？魔术表演大变活人。不止7点。抖个点抖。我的马千山外，听风唱着天籁，岁月已经更改。冬青，我回来了。冬青，爷爷。哎呦哥，你搞手機啊？冇開個趁佢坐呀，我仲反事啦。冇錢錢啊！找隻店買件蚊子價200個，都冇跟嚟抄。再跟到處啊？冇跟呢。哎呦，玩二蚊隻價錢都冇開啊！冇開眼先跟到落去。我要啊！我隻戒指都估到啊！阿婆，唔開嘅房白可以喎，而家幫過又翻啫。你看嘅你貪財啊，有嘢記錯冇？係啊，唔開嘅過要願望啊！